雅居樂嘅中高端別墅區雅湖居隔離嘅牌坊別墅，又新出嚟一間新裝修好，一日都未住過嘅，有花園有天有地，一共有4個房間嘅4分1別墅。我哋呢，依家就嚟睇一睇佢成間屋嘅格局同埋裝修設計風格。門口呢啲停車位呢都係免費停嘅，同埋呢邊呢都可以停車喎。咁呢個花基呢可以自己自由種花種草嘅，嗱，好似呢邊咁樣啦，自己喜歡乜嘢就種乜嘢。門口非常開揚舒適嘅，向南嘅位置，冬暖夏涼。入嚟呢度呢，60幾平方嘅大花園自己使用。入到嚟呢，我哋見到呢個1字大廳非常之闊綽嘅，同埋呢度呢有個長輩房，都係唔細㗎喎。嗱，呢啲家私家電呢，全部都配齊㗎啦，所見即所得，同埋全屋嘅訂製呢都有做埋。廚房呢都係非常之通透採光嘅，都係非常大，有10個平方。呢度呢就係1樓嘅衛生間，都唔細㗎喎，全部配置好埋。全新裝修嘅輕奢風搭配咗呢啲吊燈非常之精緻嘅。2樓2個房，呢個套間嚟嘅，房間雖則唔算大，但係都算採光。主人房呢就比較豪華大氣啦，有20個平方，衣櫃上牆，明窗嘅洗手間。3樓主人房都係非常大氣嘅喎，嗱，梳妝台啦。呢度一樣係有明窗嘅洗手間，同埋一個露台。嗱，早上呢係可以曬得到太陽嘅別墅嚟㗎吓，非常之開揚舒適嘅。呢度呢係可以望得到成個雅湖居嘅獨立別墅㗎吓，風景非常之舒適宜人。對呢個別墅有興趣朋友呢，可以喺評論區留言話我知，我發資料俾你啊。